台南市柳营区的北往是知名的酪农产区，是国内相当重要的牛奶产地。除了提供新鲜的牛奶之外，嘛会当制作各项牛奶产品，同时举办牛奶节来做行销。今年更加是受到结合牛肉节来做举办。这个我们不仅是单一的产业文化活动而已，我们特别看到柳营牛奶节的故事，也看到柳营从6只弱牛开始，乳牛开始，然后开创了现在占台南市占全国1/6的牛奶产业。今年的活动内容十分精彩，伫10月29到30号2天登场。活动当天会发送牛奶，还有冰机，予民众免费试食，还有牛肉办的料理，予民众做品尝。那在牛奶节当天呢，我们从早上到下午呢，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园游会展售。虽然是牛奶节，但是我们在地的农产品也是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包括所有的农业的一些产品的展售啊，也是会在当天的现场出现。那也有很多的活动表演活动。那10月30号呢是我们的牛肉节，这一次跟我们的肉牛协会一起来协助合办那我们也推出了牛肉大餐来请大家来享用，所以当天来的人不止也有园游会有表演可以看的时候，也请大家可以来到这边采购我们所有农民的产品以外，也可以来试喝我们的牛奶，吃我们的牛奶冰棒，还有我们的最新出品的六牛纯鲜的一个保酒乳的品牌。希望借着这款的活动，会当让民众熟悉柳营在地自身农产，打击柳营的知名度，并推动产业发展。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